大家好，我叫黃嘉欣，今年讀中一，就讀於聖保祿中學。今日我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加呢個活動。我由細到大都對中國歷史好有興趣，由夏商周到元明清，每個朝代嘅歷史故事我都有睇過聽過。我亦都知道正史同小説嘅分別好大，例如《三國演義》過度美化劉備，其實曹操都係一代梟雄嚟㗎，唔止係小説入面嘅反派。對於歷史，我亦都有自己嘅睇法。好多人話君主只要有聰明嘅謀士，能征善戰嘅將軍，就可以稱霸天下。但我唔同意，君主更加要識得發掘人才，重用人才。如果唔係劉邦重用韓信，漢朝又點可以統一版圖？除咗睇書，我仲去過好多博物館同古蹟，好似故宮博物院、兵馬俑、湖北省博物館等等，親眼見過越王勾踐戰、四羊方樽、孝敦皇后鳳冠呢啲國寶級嘅文物，深深感受到古人嘅智慧同偉大。我亦都特別鍾意古建築，曾經參加過相關嘅工作坊，親身體驗過榫卯結構同古建造嘅製作。每次見到古老嘅建築、精緻嘅雕刻，我都覺得好神奇，更加明白古建築係我哋國家好珍貴嘅文化遺產。喺學校方面，我讀書認真，做事細心，有耐性，願意學習新知識，亦都唔怕辛苦。我可以同同學相處融合，積極配合團隊，聽從老師嘅安排，認真要完成每一項任務。我真心希望可以參加今次嘅活動，更學多啲歷史文化知識，為保護古文物、傳承中華文化出一分力。請老師俾我一個學習同鍛鍊嘅機會，多謝大家。